今日有請我哋嘅外科專科醫生劉卓玲醫生同埋我哋嘅麻醉科專科醫生蘇嘉文醫生。咁醫生啊，近年咧大家開始注重個人健康啦，有啲人咧就會喺中意戶外活動啦，有啲人就會留翻喺屋企做運動嘅。但係咧，當我哋唔注意用力嘅時候，或者姿勢有問題咧，就可能會引發起小腸氣喎。咁有啲更加嚴重嘅話咧，就要做手術。醫生啊，其實咩係小腸氣咧？同埋當中有咩治療嘅方法㗎？小腸氣或者叫疝氣啦，係一個好普遍嘅問題嚇，多數都係成年人啦，特別係男性會比較多。主要原因係因為個肚壁嗰度有個虛位，令到咧肚裏面嘅器官啦，或者係組織會突出嚟啦。咁好多時咧，啲病人第一個反應會係個病徵會係有嚿嘢突出嚟啦，或者係嗰個腹溝位啊一邊啊會有啲唔舒服嘅感覺，行得耐可能會突出嚟多少少，瞓低就冇咗嘅，呢個正常普遍嘅病徵啦。咁因為佢係原因係個肚皮剝弱咗，變咗冇人力㗎啦，主要係就要靠手術係治療啦。咁手術有傳統嘅手術啦，同埋微創嘅手術嚟解決呢個問題嘅。咁啱啱提到話要做手術啦，咁有坊間傳言咧就話全身麻醉咧會變蠢喎，同埋對身體唔係咁好。醫生啊，全身麻醉咧係咪真係會變蠢㗎？同埋咧麻醉其實分幾多種嘅咧？咁呢個問題要交俾我哋嘅麻醉科醫生去解答俾我哋聽啦。喺答會唔會變蠢之前咧，咁或者我講多少少關於麻醉嘅嘢啊。其實現代嘅麻醉咧係好安全㗎。喺麻醉之下施行手術咧已經有超過100年嘅歷史㗎啦。咁其實隨住呢個時代嘅進步啦，其實技術方面同埋用藥方面咧，同最初嘅時候已經完全唔同咗。現代嘅麻醉藥咧係講求佢哋嘅效果嚟得快，亦都散得快，務求咧令病人可以盡快恢復到手術之前嘅狀態。其實咧一直都有好多嘅研究啦，亦都好多臨床嘅研究去睇下究竟麻醉藥對於神經系統有啲咩影響，甚至係有冇損害嘅。但到目前為止咧，都未有一份臨床嘅研究咧係證明得到麻醉藥係會對神經系統係會有重要同埋不可逆轉嘅影響。暫時係冇呢方面嘅證據嘅。咁所以咧可以答翻你呢個問題，麻醉係唔會變蠢嘅。而且我哋日間中心嘅手術其實一般嚟講時間都唔會好長。病人所接受嘅麻醉藥啦，同埋所接受麻醉嘅時間，一般嚟講都係少同埋短嘅，所以咧呢方面就更加唔需要擔心啦。咁另外頭先你又問到啦，麻醉究竟有啲乜嘢嘅方法，有啲咩唔同嘅種類咧？一般嚟講啦，咁麻醉嘅方法都有好多嘅，比較常見嘅包括有監察性麻醉、全身麻醉、半身麻醉、區域性麻醉等等。咁一般嚟講，最常用嘅就係監察性麻醉啦，同埋全身麻醉嘅。呢兩種嘅麻醉方式，其實病人咧都會喺失去知覺嘅情況之下進行手術。一般嚟講唔會有咩唔舒服嘅。咁亦都好似喺瞓咗覺嘅情況之下咁樣進行。咁而監察性麻醉咧，就係病人瞓咗覺，但係一般嚟講佢哋嘅呼吸咧都可以自己去自主翻嘅。而全身麻醉咧就係比較一個深度嘅麻醉。一般嚟講，佢哋嘅呼吸啦都係需要由麻醉科醫生去密切觀察啦，同埋去控制翻嘅。咁所以呢個就係兩者嘅分別啦。亦都提到頭先咧，都有半身嘅麻醉。半身麻醉咧就係病人喺清醒嘅情況之下進行手術。咁但係咧，我哋咧就會喺背脊嘅揾一個位置，將一啲藥物打喺硬脊膜嘅裏面，令到呢啲藥物咧滲透去神經線，從而令到下半身冇知覺同埋冇力嘅，咁就可以進行手術啦。呢啲就係比較常用嘅麻醉嘅方式啦。多謝你解釋啊，蘇醫生。都唔知幾多病人問我咧，佢擔心做麻醉咧會蠢咗啊，唔敢太密咁做手術啦，或者係直情做手術添。係，咁呢個擔心其實咧係多餘嘅。原來麻醉係可以分咁多種嘅。咁醫生啊，我想問，如果你哋建議病人需要做呢個外科手術嘅時候咧，會根據乜嘢條件去安排嗰個病人去用啲乜嘢嘅麻醉方式咧？其實都視乎翻手術嘅需要嘅，睇下手術嘅本身咧需唔需要牽涉到一啲比較深入啲嘅結構。比如如果牽涉到一啲深入啲嘅結構咧，就需要喺肌肉比較放鬆嘅狀態之下咧去施行手術啦。比如話，如果係做地腔啦、割粉瘤啦呢啲比較表面結構嘅手術咧，一般嚟講監察性麻醉咧都係足夠嘅。除非病人有一啲比較特別嘅身體嘅毛病，比如話有一啲比較嚴重嘅呼吸疾病啦，又或者個人比較肥胖嘅話咧，咁就未必適合呢個監察性嘅麻醉啦。但係如果牽涉到一啲比較深層啲嘅結構，比如話例如割膽石啊，或者係其他嘅手術咧，需要喺呢個
肌肉比較放鬆嘅情況之下進行嘅話咧，一般嚟講都會建議接受呢個全身麻醉嘅。如果有一啲手術咧，純粹係需要牽涉到下半身嘅手術啦，比如話做一啲腳嘅手術啊，又或者係一啲較位嘅手術啊，咁其實呢啲咧半身麻醉都係適合嘅。病人咧係可以喺清醒嘅狀態之下接受手術，而下半身冇知覺嘅。咁但係咧要留意翻，做完呢啲手術之後咧，一般嚟講都係需要幾個鐘頭啦，下半身先有翻知覺，同埋可以恢復翻個活動能力。咁所以咧呢一點咧就同全身麻醉可以即刻做完手術清醒之後就可以活動治療咧係會有唔同嘅。劉醫生啊，啱啱都有提到啦，咁做小腸氣手術嘅時候咧係有分傳統同埋微創嘅，咁你會根據病人嘅咩條件去建議佢哋去做微創啊，定係傳統手術咧？頭先提過傳統同微創嘅手術啦，傳統手術就係喺開刀啦，就5至8公分嘅傷口，就喺表皮度加咗落去，將個小腸氣回翻原位，擺塊膜等佢鞏固少少。而微創手術就係呢個用3個傷口仔，1公分啦，同埋0.5公分嘅傷口仔咧落去，將個小腸氣放翻入去，放塊膜喺度。功用上，因為佢傳統手術個傷口大啲，會痛多少少，所以咧如果係兩邊或者係病人怕痛啦，或者係復發嘅小腸氣嘅話咧，我哋要選擇微創嘅手術。但係正常其他嘅單邊嘅可以選擇傳統嘅手術，可能唔會爭太遠啦。同埋有啲病人做過開刀肚嘅手術咧，就亦都係唔適合做微創嘅手術嘅。蘇醫生，我想問，咁小腸氣手術咧係用咩麻醉嘅方式嘅咧？關於做小腸氣手術方面，應該用邊種嘅麻醉方式咧？咁其實小腸氣手術啦，都牽涉到打開啲肌肉嘅結構嘅，咁所以咧喺肌肉比較放鬆嘅狀態之下施行手術咧係會比較理想嘅。咁所以咧，我哋一般嚟講都會建議加一個全身嘅麻醉嘅。咁都要注意翻嘅，有部分嘅病人因為身體嘅問題咧係唔適合做微創嘅手術嘅。咁比如話，如果佢有好嚴重嘅循環系統啊、心臟病啊，又或者有呢個呼吸系統嘅毛病咧，因為做呢個微創手術牽涉到咧會打呢個二氧化碳喺腹腔裡面，咁呢一啲有身體毛病嘅人咧係唔適合去做呢啲手術嘅。咁所以問劉醫生啦，其實點解用微創手術咧，我哋要打二氧化碳喺個腹腔裡面咧？因為微創手術你係用3個窿仔入去，要有個空間先嚟做到個手術嘅。咁傳統就喺個表皮落去啦，所以直接會見到個小腸氣。但係微創咧，你要入去深一層嘅位置，喺個肌肉下一層，但係喺肚皮嘅上邊，所以呢一層原本係黐埋嘅，我哋要打佢先可以活到啲組織啦，或者係嗰個小腸氣活翻落嚟，咁就要打啲二氧化碳啦，嚟斬開呢一個位置嘅。明白。咁所以頭先我哋都提到啦，除咗呢個嘅問題之外，有啲病人如果呼吸系統好差嘅，其實咧全身麻醉亦都未必適宜，因為始終咧都會牽涉到要搞到佢哋嘅呼吸道啦。咁嗰啲病人咧可能嘅選擇咧就會係半身麻醉啦。蘇醫生啊，我想問，啱啱都有提到微創手術啦，咁有啲病人就會問，啲微創手術應該係入侵性低啦，同埋呢一個傷口會比較細嘅，但係點解都要做呢個全身麻醉嘅咧？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啊，因為有好多病人都有咁樣嘅諗法嘅。其實咧呢個微創手術啦，佢哋嘅創傷性的確係比較低，傷害都比較細，帶嚟嘅痛楚都會比較少。但因為頭先劉醫生咧都解釋過啦，因為要做微創手術嘅時候，我哋係要將二氧化碳打入腹腔裡面嘅。呢樣嘢咧係會令到我哋腹腔嘅壓力上升，對於我哋嘅循環系統同埋呢個嘅呼吸系統咧係會構成一定嘅壓力㗎。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必須要咧係要令到肌肉更加放鬆啦，同埋喺呼吸更加喺控制之下嘅狀態先適合進行手術。咁所以就解釋得到點解微創之下我哋都要做全身麻醉啦。兩位醫生啊，最後一條問題，我想問下咧，病人喺做完手術之後同埋麻醉咧，佢哋分別要注意啲乜嘢嘅咧？同埋嗰個康復時間咧要幾耐㗎？正常嘅手術，傳統手術啦，傷口大少少，痛多少少嘅，分痛1個星期到啊，不過多數都係最痛頭嗰3-4日到啦。咁休息多少少啦，飲多啲水啦，喺屋企休息下，唔好喐得太多啦。保持個傷口乾淨同埋乾爽嘅。咁之後就慢慢運行多少少啦。咁我哋正常就10日到會復診睇睇個傷口點樣嘅。
咁留意住啦，頭6至8個星期咧都係唔做太多劇烈運動或者練重嘅嘢，因為驚啲壓力令到個傷口或者個保護個位置有受損啊。關於麻醉方面啦，其實麻醉好安全嘅，出現嚴重併發症嘅機會其實係好低嘅。但係咧會有一啲嘅副作用咧，都係需要去留意翻嘅。雖然唔會人人都有，但係有啲人咧的確係會有嘅副作用嘅。比如話醒翻嘅時候咧，佢哋會覺得有啲眼瞓啦、少少頭暈啊咁樣，亦都有啲作嘔作悶。一般嚟講，呢啲感覺咧都會喺幾個小時之內啦，或者係半日度咧就會消除㗎啦。咁因為全身麻醉嘅時候，我哋牽涉到呢個呼吸道，咁所以有啲人咧醒翻嘅時候會覺得有啲喉嚨痛啊、聲沙啊咁樣。一般嚟講，1至2日慢慢咧就會好翻㗎啦，所以呢方面係唔需要太擔心。咁醒翻之後咧，病人係唔需要去分急咁去進食嘅，必須要經醫生同意啦，先至可以食翻嘢同埋飲翻嘢。咁同埋如果咧呢個頭痛啊、作嘔啊情況如果持續而嚴重嘅咧，就請你通知翻我哋啦。同埋當你翻屋企嘅時候，必須要有一個成年人陪同先至可以嘅。哦，原來係咁嘅，咁好多謝今日2位醫生嘅分享同講解啦。咁希望大家咧就唔好誤信呢啲傳言啦。如果大家有咩唔舒服嘅話咧，就應該向翻專業嘅人士去查詢啦。